面對全國各地申領護照嘅排隊人潮，聯邦政府首要嘅工作並非增加人手，而係緊急訂購800多張座椅。何家碧嘅報導。上星期，聯邦就業及社會發展部發布一份護照辦公室嘅緊急招標，尋求535張冇扶手嘅座椅，同埋266張有扶手嘅座椅，並且要求黑色、硬面、方便維護、有腰部承托，已經組裝好。座椅會被送到滿地可各個申領護照辦公室以及另一政府大樓。多個星期以嚟，本國各地面對申領護照混亂、排隊人潮，甚至有人帶帳篷過夜等候。總理杜魯多早前責成跨部門特別工作組解決護照審理問題，而購買椅子就喺工作組成立幾日後發布。政府要求有興趣嘅供應商喺今個星期內付貨。雖然未知政府增加人手審理護照申請嘅情況如何，但至少下個星期輪候嘅時候，可能有張凳提供。